日咧节目当中，我来感觉个太人物来，你讲客家咧，你学客家咧，冇見來嘅喎。奇怪哦。誒，定看咧。跳芭蕾啊，跳芭蕾。哦。我想講，我珠海縣咧，人物下哪有可能我冇來邊咯？來有冇 APP 訊息來有嘛？原來係你阿雞哦。嗨，哎呦。嗨，大家好。哦，你好。跟大家介紹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邱彥雄。哦，原來係全聯先生啦，我講到慢，我想講係見面一樣冇來邊，那有可能的事情啊！你知道你今天來我的節目任務課是要做什麼嗎？出任務的嗎？答對了，然後你有成功的話，會有獎勵給你；失敗的話，你就把你的那個全聯代言權直接讓出來給我。今天出任務比較重要。好，出任務。天在硬頸精神。硬頸精神。天在任務呢，溜溜溜溜。溜溜溜溜。溜溜溜溜。第三章呢，唔受失作。唔受失作。第四呢，功夫一定一。功夫一定一。硬頸精神。看起來就是要很硬，比較硬的意思。就感覺脖子要很挺那樣。對啊，好像有點難度。這個跳過。這個跳過。溜溜溜溜，應該是要下水，還是要去溯溪的那一種？來，第三個。不愁吃穿哦。唔受失作。愁吃穿功夫超群，不曉得他是要考驗什麼功夫，所以覺得好像是唔受失作。好。唔受失作。先嚟一個唔受失作。好，最後一個，人哋唔可以，其他攏來去。什麼？等一下。演上歌啊，即間唔定人哋得一時，攏會玩遊戲規則係冇？哈哈哈哈！咁人哋就先對任務戲功夫一定一開始咯。是要來看就是國劇嗎？既然想要學客家話，我今天要帶你見大師。大師。大師。真的嗎？對，就要從我們的客家布袋戲開始學起，好不好？等一下。好。客家布袋戲。對啊，客家布袋戲。我記得布袋戲不都是講閩南語的嗎？太膚淺。係啊，咩要客家話呢？啊，也有英文的。冇唔錯啦，見比功夫一定嘅任務起點嘛，就係啲台北遊戲館咯。邱彥雄第一篇愛挑戰布袋戲嘅建議啦。相傳布袋戲起源係啲明朝嘅福建前主，因為秀才梁炳麟參加會考，唔過三冇考到功名，轉到家鄉高考。有日佢就看到嘅顯示人工嘅戲，佢知道講當神氣，就開始用書來調侃人工嘅來表演。因為這個演出非常嘅不跳，故所啲前主就當書到分贏，也就係布袋戲嘅前身咯。嘅按今本日我去拜會嘅布袋戲大師啊，佢就係兩套3萬人劇團，係台灣當時看到全場用客家話演出嘅布袋戲劇團咯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嘿嘿，哎呦，什麼大家？還是誰？王富山團莊。王富山團莊。誒，其實白撞狗二嘈偷偷嘅太熟。係哦。跟住，我嘅佢嘅條樹啊，古嘅條樹啊，弦嘅條樹，佢特就會叫嘈過嚟。哎呦。太實驗本啲喎。你真係嘛許太實呢？山婉然布袋戲團。易婉然我有聽過。哎。對。應該師傅啦。哎呀，師傅啊，我師傅是李天祿大師哎。對啊。王富山係新北市標橋台嘅客家人，當年布袋戲一代宗師李天祿為到傳承到各間國小去教學，嗰陣時還係國小4年生嘅王富山啊，就本布袋戲上道咧，變做李天祿嘅替代徒孫。從頭就聽到李太師嘅太奶爺，也就係鏡頭上大家看到嘅一位陳錫鳳先生來學習。2002年，王富山成立咗3萬人劇團，老客家文化融入到布袋戲地位。佢將3歲嘅奶爺，咪係佢嘅徒弟嘅哦。變魔術哦。黃團長，我想講，一個布袋戲啊，嗬，我用客家嘅夾下起來啊。其實哦，
自己是这个念客家话的母语，对乃至上哦要用客家话来用葡萄语来做，演给小朋友看，演给大家看，很简单一个。还有来传承客家话啦。哎，懂点。传承客家话，因为我的印象中布袋戏都是闽南语的，我第一次听到有用客家话来做演出的。真嘅係感動呐！古時候表演上，人嘅義務來了，就會聽聽團長學舞台戲嘅操作，還要用客家話講談戀愛嘅台詞哦。義務台上就送一隻舞台戲人工誒。學習哦，舞台戲操作，古時候要先認識聖誕金馬厝，聖誕節末草，聖誕金醋。聖誕節末醋，聖誕節末醋，好想學哦。落來哦，好，來。來咯，佢都講到神哦，聖誕節末醋，神嘅母神，本身就拿山嚟嘅咋，拿山嚟，啊，本身就當然咧嘅嘢咪。咩？母神哦，佢會武功嘛。不說武強，武松打虎叫他武強，所以武神。哦。不說你要敵神，但金馬厝，你說敵全部的京劇啊、歌戲、客家台戲、舞台戲，一齊有東西。所以嘅傳統戲劇。比如講，第唱，出拳，1、2、3、4、5，踢腳，打，第唱，齊亮相，唱。好啊，再來一個。阿 Q 就是 uncle 的意思。阿 Q 就 uncle 的意思哦。今日我一款演唱片子阿 Q， 結果冇嘢唱啊。有冇講阿 Q 咧？即係佢。哎呀 ，uncle 的意思啊。uncle。唔係阿 Q 叔叔啦。今天學客家唔係學英文。係像阿丹什麼誒？阿丹做要較真氣的人物，就是像這一個，但係較難學啊，動作比較慢。來了，得打，哦。哇，他動作好細緻哦。係啊，動作動腰哦。動腰哦。所以要拿模。身體動會撥頭髮哎。它有分叉模。哎呦。要用潤髮。我同埋佢就真係冇相同嘅咧。哦，你要做觸工。哦。哎呦，漢字色。不說阿丹哦，所以三面子還有師傅在會本兒吼。像來你遐隻哦，迄阿丹，你遐隻很多梅人婆。哦，梅人婆啊。梅人婆，你看，哎好了，梅人婆迄卡3板按鈕行，你看。對，屁股要扭啊。還要好多洗衫褲的呀。洗衣服的意思就是了。哦，吹啊。所以啊，真的要學3年了。啊，像那個。這個是抬屁股，他的腳哦就可以動，有嗎？哇，你好厲害哦！其實哦，按鈕要比這個，7，有嗎？按鈕哦，有嗎？1、2、1、2、1、2，這個要很靈活，你看。像我發現你是不是在家每天沒事都是在練一些有的沒有的？那其實小時候就是很常在看布袋戲，所以才會覺得說，這個是很有趣的事情，而且今天又是講客家，客家哩木，試試看，1、2、1、2，啊手要動，對，2，加手腕，1、2、1、2，不要來，你要進腳吼，動作較大，甩袖、整關，放，用帽子，放切，對，放切，比較好了。兄弟哦，進腳算是比較脾氣有點暴躁，兄張飛，你啱 Q 跑出來，千里路途遠，心急撲有款，我們要講啊，練哦，就用丹田。哦，用丹田，衝過來嚟啊！衝啊！來。哦，有唱。那個來啊！哎，衝！那個路上。要注意進腳。你看哦，就神丹金馬厝的馬，歸類在布袋戲的肉神。肉神。你看葡萄牙哦，唯一嘴巴會聽痛的，你看，
这边哎呦，有表情哎。1、2、1，这个东西，你的嘴巴为什么会动哈？它并没用线呢，用哪个数字调有嘛？哎呦，这块，哎呦。任务好，我个任务。炸了就会数，哎，对，它就是有点像口嘎板，有点像 rap。你做时来也做动，人生卡斯菜法烹，菜在百花层面后，倒头辛苦一场空。日也空来，日也空，来往往有何讲？天也空来，土也空，完了结局祝你梦来，嘿嘿，祝你梦。哦，对，最主要是吸引人来看，相应的看起来好。对啊。哦，这个圣诞节马祖头都搞过哎嘛哈，现在他教我们工作。哎，工作。真的吗？哎，真的。走，要不要选？要。我先示范一下哈。好。第一招跑步。等一下，你觉得老人家可以吗？哎，走的，喊走的。老当益壮，徐老师都可以哎。现场来一下。哎，哦。看来真的就会肉哎，这种图。不是搓汤圆，它不是是上下动。哦，真的哎。真的。哎，你说的呢，你可以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嘿，打，唱，哎呦，喊正哦，哎，哦阿 Q 是什么意思啊？Q 啊。uncle 啊，哦对哦，uncle 你完蛋了，刚刚学的你不会了，你这一句要扣回30句。第一招跑步。等一下，你觉得老人家可以吗？哎，走的，喊走的，老当益壮，徐老师都可以来。徐老师真的吗？来现场来一下。哎，劈腿一下。劈腿。我示范一下啊，1、2、3，有吗？哦。看来真的就会肉哎，这种图。不是搓汤圆，它不是搓，是上下动。哦，真的哎。哦。上下。做的哦。哎，做的了。哎，你做的呢，你可以呢。现在你就不可以啊，你看。阿 Q。哎，操。哦，跳累哦。哎，好，跳累，头低低的。对啊，为什么这个？可以啊。很累。休息。这个很累。有。今天还要做嘛？一。啊，还有 TT 哦。后空翻。要反 Kindle。Kindle。空中翻一圈，接到。老师，你做的吗？唔知嘅，我吃可能。手不要张开，要哈起来。哈起来。哎，吴总，要空的哈，要空的。哦。哎，要空的，要辛苦要，你也是较贵啊。吃可能。好，继续。1、2、3，丢。哎，对。哎呦，快成功了！老师，你模仿一下。啊，我反皮。哎呦，我对戏。你干嘛困难嘞？这个很困难。困难，因为就是要在那个瞬间要把它。对。哦。哎，有枪。手要快。哎，眼明手快，要快。我很适合来这里上班呢，我帮你找到新工作了。这是算是这种第2专长的培养。还有吗？哎呀。还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哎，客家哦，有山沟式平板落山瓜，还有手跳，就小调。那小调最好学。小调里面。散拍跳了。哎，散拍跳。还有那一招，那头发开。头发开哦。桃花开。开。哎，欣赏徐老师一定会唱。来听数唱。好的。头发开来却把那里望，歌声为身上两身红，一上来暧昧艳阳哪里正，一来水美上岸哪里长，为张为山水为桥梁哪里风啊的哟。
桃花开来，菊花那里望？落梅的身上哪有两三行？百花点红，有个人用针；木匠点红，有个上牙床。各张各有点有个救命人，风啊的哟。你葡萄柚哦，有文戏，比如讲你神，你美女，比如讲用啥，你要约伊出去，约伊出去，你要用板讲，要用板吃看哪嘞？想试试看。来爱你，爱看天样，我爱你，用出去了。用出去了。你的任务是学客家话。对，我的任务是学客家话。对，那我的任务黑有 fee， 所以我今天要那个瞒着 No 哥约会，我跟黄团长约会。啊？对对对。我以为你要跟我。来，将你去看头发。啊？看头发？老去看头发？做迄头发椅啊。头发椅哦，好看吗？好看啊！这个客家台三仙。哦，炒茶炒过久吗？唔是，炒1點鐘就好咧。按叫我啊，後尾面吼還有得蠻多些來嚟用嚟咧。哎呦，還沒好係啊，快半10分鐘。剛才啷個10分鐘還沒做得啦？好，我盡量載你，用你去看頭髮天樣。好啦啊，看俺有聲音啊，就先半10分鐘落去看一下頭髮椅。聖經哦。哦。按子這聽愛行哦。來去哦。來去，慢慢來行哦。好哦，小心愛跳南無哦。演講，你下要來驗數咯。要來驗收了嗎？聖誕青麥樹。過來變聖誕青麥樹。聖誕青麥樹。然後第二個驗收是動作。好來，行路。行路。那這我沒行路啊。走。頭亮亮的走啊。頭亮亮。頭綠綠。頭綠綠，要頭低低的。啊，還有啊。過來，反傾跳。反傾跳。後空翻。1、2、3。嘿。還有咧。頭呢個空喵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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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喵哦，空這個我剛才做誒，還沒驗收完，不可以走掉。哎，T 嫂妹用唱的，頭髮開。好。頭髮開來，菊花那裡望？阿哥兄妹身上兩三行，一生來曖昧，鸳鸯哪裡進？你相愛曖昧，相愛哪裡藏？妹真妹，山上有妹，救命哪裡放哪裡用？真的要阿 Q 嗎？不是，阿叔做對了，好了。啊，沒有。一次就好了。來，T3。來，T7咯，T7。談戀愛。愛你。飛西啊。愛你，愛送。約你出去了。用你去看天涯。我覺得你約他這種談戀愛，你學得很快耶。是約老大。常有在打老妹。好啦，今天驗收，老師成不成功？有過關冇？很做的啦。很做的了，是假二送那個大獎給你，就是一尊。獎。是有哎。你啊，國際做條街黑白郎君。黑龍卷。有啲老給動作黑你，把它當作是人，你就會好好愛惜。好。哦，謝謝。非常棒。謝謝。我講演唱歌啊，今晡日的天空任務就本得到大獎嘅，還學會了唱客家山歌，還有舞台戲嘅用法，唔正經吼傳到嚟哦。更加好彩嘅係，還讀到陳世峰先生，也曾睇情書教你盤嘅功夫，
係唔係正經愛感謝我哋義務合約嘅節目啊？本學到按到好嘅順意，冇聽錯啊！下禮拜唔就係靠一條順意，開創事業嘅天意村哦！接下來要挑戰嘅任務，硬頸精神，就提一件客家人傳承發揚嘅挑能點度哦！老師，你怎麼在這裡？好，你做咩啊？來，我有吃東西啊，來提點非常很快啊。學做東西有沒有？他都躲在旁邊都不做。對。講到吃啊，他竟然就在那 stand by。當然哦，食啲紅啲牛毛。啊，唔係食仔啊？啲仔很多啊。來，講正經的啦。好。一個四會挑能大王啊，吼，同我哋客家人非常息息相關。四會代表我哋客家人的精神，代表我哋的團結。而家都係經濟發展嘅時間，鐵路橋咧，當多都係客家人，一曬企一曬來橋嚟做出來。你睇鹽食嘅啊，挑呢啲動態事業，你發展出來就苗栗人。農業成日學嘅，叫做發展出來個係一曬企一曬，加上變咗行業嘅事業。還有最重要嘅客家人有乜嘅精神？硬頸精神。硬頸精神。冇錯，這一關硬頸精神嘅任務啊，就可以攞來擔任營業店員，我哋限天時間完成年下嘅存點，任務冇太深，就要攞全部嘅東西總下是強強哦，表面上唔會好學噶。同埋人學嘅咯。學啊，個秋風材料、秋風飯量用啲啦，二樓嘅愛食學。他的頭銜如果只是個老闆的話，那就太無聊了。啊，那還有什麼嘞？也啥事呢？是按照天一教，而且你做鐵路，係啊，按照鐵路做。他堅持回來要做這個四海豆漿，算是一種傳承嗎？好像是這個那個傳承。一種傳承。秋風材料、秋風飯量用啲啦，二樓嘅愛食學嘅啦。好係啊，上工挑能都向愛食。開食學啱嘅就全部都係前節啦。嗰個係一行啊，地都係就學生嘅嗬，全部都冇嘢。做挑能嘅步驟安樣的？黃挑個精髓啊！我記一步啊。要分一天還天哦。還有這樣分啊？對，是季節。冬天要進較漂亮。差唔多7、8點鐘以上都可以，但是一天哦，要5點鐘就做得。嗰種我哋黃挑嘅嗬，就加水以外，乜嘅就冇加。台灣嘅挑能店發展到亞下當有名嘅連鎖品牌，就係由 ML 呢個客家鄉親創辦嘅啦。許豐在兩軍嘅四海挑能，加阿哥許豐歡就係用遠火做招牌，亞下全台灣嘅徒子徒孫，起碼有10個哦。今本日要加一位小年少，真係一功德啦，要加一天哦。任務下，客家任務學客家，來考你哦，考你咯。好。OK 了哦。應該可以了。我叫這些成員有沒有四海幫的全部一句一句的教你。挑能，鹹咩，啊，你個條頭頭咧，講緊唔會炒哦。來，乜嘢名？卷呢？係啊。嚟搞一個一啲。小餅。啊，下一啲。乜嘢名？阿陳。一個一百咧。飯團。下一啲。咖喱。唔愛咖喱。唔愛咖喱。乜嘢名？來。蘿蔔飯。通過。你通過了。通過了。好，來考你，來，嘉老師，你那個，他叫什麼名字？啊？卷呢？好，第二位。各位觀眾朋友啊，唔理我哋嘅面神印象哦，
我迄天呀，甲伊天数太努做记忆的练习，安尼跳到好嘅客家话，才唔会听表现嘛。哇！很澎湃哦，你看呢？很澎湃。真的哦，安尼看就爆的哦，也个调家哦，大有来头。是哦。他不是我们在豆浆店里面看到的一般的店员或者是小开什么。他是老板。老板哈，他的头衔如果只是个老板的话，那就太无聊了。啊，那还有什么嘞？自己臭屁一下嘛，记得出屁他们。也傻事哎。你可以上司按到企业家，而且你做铁路，对啊，按照铁路做。他全部放弃，他不屑人家的企业家，他坚持回来要做这个四海豆浆。算是一种传承吗？很像是这个比那个赚钱。没有啦，是真给的啦，就是看他家精神刚讲。刚是看到爸爸也是很辛苦，想回来该天助他。刘福哥的后生人今年转来上述一只辛苦的条路，真紧爱比众上鼓励。除了全心干业以外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下无形的食品安度。调家希望亲戚家力量，用天然的食材，用古法来做，本大家吃到好美食、好安心。小饼加油条，加油条。这也是你有坚持吗？有，那我们的烧饼也是炉子跟别人不太一样。现在大家都改成那种传统的大烤箱，直接进去烤，可以烤的数量跟速度都快很多。但是我们是用那种小圆炉，是只能烤9炉。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外酥内 Q， 我们一次是9片嘛，前后大概要10分钟以上。那油条呢？爸爸留下的配方，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些小学校的里面。啊，还有一种像加贝底那个翻团底瓜的老油条，熟油条。对，熟油条，没肉油条。跟油条锅ผ一边的。对，在炸过。我有到过油条是老的那种酥酥脆脆的。酥油条。对。还有呢？它还有放菜包、萝卜干、萝卜粉，还有肉松、牛脯。听说你们的蛋饼是非常厉害。我们蛋饼是自己手工做的。因为你看一个早餐店，一定做船店哦，一块2块吃就懂无限的，任下就得排队，一直吃下来了。那有时间也磨呀，你暖饼。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先把它手工做起来。然后隔天再做送现场。是啊。要更快吃到。蛋饼润饼。讲一下，暖饼。暖饼蛋糕。润饼。是萝卜板哦。萝卜板。蛋糕。酱油膏。挑油膏。还有辣椒。吃看看哈。有冇辣嘞？冇辣的，没有辣的。嘿。手工做的饼皮吃起来真紧就贴配得上，还有一个咸口呢呐，俺妹嘿一试就比想到的哦。尤其是蛋糕用满满的油条，一只油条喺点肚里贴油的哦，吞片啥冇穷样哦。跳！对，老师来跳，快点！跳！阿陈要叫我烤油条，快有成功嘛？快一位搞。按葱咧，大概要放一多公分啊？放幾多公分啊？53，嚟佢哋就葱嚟。嚟佢哋就葱嚟。啊，嘿呀，做個按葱唔就放喺一便宜？應該是唔是啦？唔是哦。因為那個粘片嚟。粘片哦。粘片。他說要鏟平它。把它弄平。粘片。你今日天是腿都干皮吧？吼，我做卡皮片是咯哈。拿吹头抽完了，对呀，你做咩呀？而且黑色的中庸。哦，原来这样子一条一条。我切得一条一条，平开啦。有兩個皮殼嘅，太 ABC。太 ABC。盤嘅皮殼嘅。太 ABC 嘅，軟的一堆。炸出的就会当然等子那油条，你想？啊？快点做看看，你不是要做给我吃？做好。泡个皮盘呢？泡个皮盘呢？快点，我好饿哦。处理 King。
好了，可以了吗？你看人家没讲话，算可以了。哎，你就当拿他的仔哦。油条做起来真紧无按简单呐！先捞面团沾到葱膏，两条贴轻下，用洗铁机的沏一下，沙丁强一来，再放入油锅肚里，紧泡紧扁，也着动作看起来但蛮简单。不过啊，其实一时都无简单啊！有没有？在哪里？来了。没拉好。看吧，拉坏了。这就是这个业余跟那个职业的差别。那是重点。哎，就这个。他还要做我们的这。那个就不行了。不及格。自己吃的可以。阿成说，这一条你就要带回家，躲在厕所吃。油条要泡到好食，除了要先用好油，喺泡嘅过程，还要当用心嘅健康点油条嘅色水嘅变化，进来一变面，安尼真就泡出又酥又好食的啦！哇！好吧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条泡油条，泡油条，我要拿回家厕所吃。我在厕所吃。对。油条嘅好朋友去卖人咯，当然就係手饼啊！師傅愛搞海鋪誒，表面上讓人整糖啦。烧饼的话，我们主要就是要烹它才会酥。所以要这样打开吗？对，我们要把它剪开放给它凉，然后烧饼才会酥，给它热的焖到就软的不酥。手要巧劲。巧劲。对，因为你太大力的话，就把它压扁，它不会崩。手饼爱好食啦，最重要嘅就係面團咧。調價講嚟講，要先用手水拌入面團底肚，過後放入冷水，做起來嘅手餅，真會又脆又香哦。一種唔得安尼冇踢球錯嘛？可以了，完了，這個好像不行，哎，真的看起來很簡單，對不對？那輪到我們做的時候，非常的不簡單。我大概抓到那個力道了，第一下不能太大下。哎，你可以去18店帮人家做身体。啊？感觉你也是做SPA。我一直在节目里头帮你找寻你的就业机会。拿过来3汤。直接放进去，吃掉空咪咪。要师傅打就好，好吧，所以我好了。这个是我人生第一个烧饼，这是师傅人生第 N 个烧饼。我们会先在上面烤，两面把它烤的稍微有金黄，然后再下去里面，就类似大家外面看到那种传统烤箱的原理。但是我们多了这一道工，在上面先烤2面，用手翻，一般人也没办法。生鱼片，我这个怪事，还有个用马用醋精、醋酸、吃鸡，你温啊？系啊，我今日是那个怪事，想吃得出几啊米丝啊？好，我揾毛公央咁樣嘅。我爆發出來咯。不知道我。但是我们多了这道工，在上面先烤2面，用手翻，一般人也没办法。对。啊，哪一个？这样差不多，黄金比例。我要翻这一面。好，翻不起。你先这样子，捞。哦，OK。烫哦。哇哦！真的很烫哎！马家人都专业又专攻，看到的好。调家讲啊，细爱慢慢的做手饼，才会好食。也两面泡的功夫一滴的都做唔得上，等到两面都变成叉叉，这样做得饼的下摆的火炉底度继续泡，要泡到手饼都蓬起来，这样真件算系完成咯。
眼上今晚表演的哦。小鸟出炉的哦。还有最后一道手续。啊？要把它剪开。对。哇！條家哥就會拿到實體房嘅堅持，找出日本其他嘅產品，老朋友冇窮樣，當數到分享，真係去當硬鏡哦。十角模式包，十角模式包，高做咩模號？高做咩模號？意思係乜嘅咧？十角嘅模式包吼，像條擺唔是粥哦，特別是飯，真有皮膚做些啊。有班你不吃粥，但是他要吃飯，因為吃飯會比較飽，才有力氣，像一頭牛一樣。牙跟眼睛要看模式。就是那模式飯啦，哈，要吃點的東西，要吃飽哦。那模式飽啊，你做嘛事情都做唔下去嘅，做唔好。緊實就好了，因為模式飽啦。有樣啊，不是你去當蔥要按照嚟講，十角模式飽，十角模式飽，高做咩模號？高做咩模號？哎，老闆，我要一筆 Q 呢？要一筆 Q 呢？挑呢？白呢？一筆 Q 呢？啊？一筆挑呢？一筆 Q 呢？白呢？白呢？白呢？老桶。老桶。一筆碗呢？一筆碗呢？冇老桶。冇老桶。啊，單條，螺絲八桶。螺絲八桶。啊，單條，啊，冇老桶。對不起，你說什麼？啊，媽媽聽不會了。一筆挑呢？一筆挑呢？白呢？白呢？二老桶。二老桶。啊油條。油條。哦，油條。小姐，我今天给你推荐有一條很特別的油條，這條是我特別用感情下去炸的，其他條都是我那個專業的同事幫忙炸出來，只有這一條是我本人人生中的第一條油條。你看啦，看上同我把 Q 用的錢來買油條。看我的人，嘛就要買啊較強的油條，那你要買啊個好黑的油條，錯冇？好吧，那既然我要這條，你要這條，好吧，那這一條我自己帶回家慢慢吃好了。吃快一點，10秒給你。真的很好吃。好啦，天一關硬鏡精神，做營業店人的任務算係過關的啦。最尾一關溜，眼上啊，唔睇得到係乜嘅麼？哎，每日限量甜干油。你好，要有好吃的東西啊，先來啊，溫暖心還實在。那同今天開葷了嘞，開不了哈。哎，現在成功。甜干油，你好。要今天保衛係偏心。偏心，你知道是什麼嗎？偏心就是這個。这个是什么？偏心。这个就是馄饨哈，一般人都讲馄饨或者是炒手，那可是我们客家话是因为叫做偏心，所以叫做扁食。那个偏心哈，全部用葱油，对哈，因为我们里面呢跟一般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就有秘密武器香油。这个就是香油，客家话叫油虫泡，哈，对，油虫泡，好香哦！香油真的有妈妈的味道哎。哦，而且香哦。也是我们自己自制的啊，我们就是外面买不到。对，它橄榄就是比较讲究，就買竹瓣油來打香油。頭都講得好，大家見過日煙門牌，看到你咧，讓我心癢癢。大家講下每日限量的肉鹽。肉鹽。那客家人都番薯鹽，因為那肉鹽哈係用番薯粉、太白粉，個再來麵粉去做的。客家人講番薯做的叫做番薯鹽，就是這個。番薯鹽，含量的哦。是看啦。我正常啊，睇都會看到那些番薯鹽，都可以落那些香菜。這個客家人較特別呢。芥菜，嗰個酸苗。酸苗啊！酸苗係貴住用芥菜，很 Q 對不對？好對。芥菜好食呵，用芥菜啊。吃得虧下了。味道好重。
各位，是我们客家人黑矮的哈嘎尼，跟外面的霸王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多放了天妇管、豆干，太好吃了，太完美了，特别。因为我们的酱跟人家不一样，是不是酱的问题？哎，超。最主要吃霸王是吃酱，马个酱，快菜 tell you， 快菜 tell you， 闻出来是什么吗？酱油要不要倒下去？还不要。韭菜吗？韭菜。对呀。勾烟哦。有没有冲过瘾吧？一飞冲天。有种爆炸的感觉。是不是爆炸？香气爆炸的感觉。香气爆炸的感觉。台湾用嘅苗栗客家人，伊讲店鋪賣嘅番薯葉、老偏食，都係家常嘅美食。民國24年，苗栗發生大地圖，家鋪就作為當道嘅東西，落本所在嘅民眾食。就啲嘅樣時，國家嘅裝備研發出一兩項產品，外面擺攤嚟做生意啊，當數都分享哦。阿婆就在那個地方，就很多流離失所的人就供應他們一些米食。对，所以因为太地图哎，对，所以对它是乐善好施，所以大家都对江记印象很深，是从这里来的。那可是呢，这个研究这个霸王跟馄饨哦，其实是我阿爸，就是苗栗老店的伯父，他是跟一个老兵学的，这有点是外省的那个皮自己打的、自己擀的，再加上我们客家人的重台，所以就是有掺我们客家人的一些馅料下去。就秘密武器，所以研发到现在这样子。像老唔讲咩，好心有好報。因為阿婆哦，到下聽數年，故說講價才開始做生意，韓國啊生意見來見好，故說你一下當做的食到愛好食的東西啊。哎，要注意了，煙霧來了。里面的音符，你擘開，咩啊？看了啲好澎湃嘅東西哦。cái heo lạnh suy nó liu哦，按你落嚟哦，是流口水啊。你们也福利就会生安的美食，我要好安的蘸酱，温椒，体验客家美食，认识客家温椒，客家温椒。哎，要很赏蚬吃过呐，要不然萝卜母是过哎，生鱼片，我那个怪席。怪席哦，温椒，蕎麦用，醋精，醋丝奇，安尼温啊，我隔壁是那个怪席，你可以安撫，好不好？啊，调到标落下去，18半拍，就达到半熟成，有杀菌的功能，蘸酱，是不是甜心越来越厉害了？哎，张吃得出给米稀啊。好。老萝卜冇空用就会给它。我爆发出来了。不准我。跟那个瓦萨比有什么差别吗？很像吗？跟瓦萨比有什么差别？什么味道比较重？我跟你讲，中庸猛，我只能说，还是赶紧开够强。这个嘴巴都是麻的。没有吃过这样子的。比瓦萨比还强吗？对。太强了。Oh my god！ 那个温椒啊，真劲挺厉害嘞！海外人食到啊，漫天金鸡嘛，拍人汗啊！不过啊，我哋上英国海外温太多的啦。除了吃只温以外，还有另外一铺哦。就是保定怪事呀，强下食落去，一下就有爱情愫的保育咧。本人上次看那是，可以是去了一米西都得用饭呐。除了福利还是任务哦。对，它都有。哦，这很特别，很清爽，而且那个香味，紫苏的香味咬进去后，这就是环绕着你的口腔。这个太厉害了。它是用蔓延的。哎，这光一道酱料就可以让我们这温椒，一煮听听哦，这个别的还有这个鸡酱，鸡酱，哎，要蒙谁的鸡酱哦？鸡酱，要不嘛个呀？温3层油，大方，这个是甜。怎么样？它在舌头上面这边跑来跑去。最主要它让你不会觉得很肥了，不会很肥的感觉。对，那个野鬼啦。哦。也个鸡椒。鸡椒。我也可能。偏心。
偏心炒，偏心，10款的偏心。亚方炒偏心啦，咪係講價嘅招牌喲。後生嚟嘅朋友就對溫辣椒醬，就變做紅油炒手嘞。嘅客家美食地位天作我要嘅板條，地位落嘅就係調羹肉，自家做嘅油蔥香油。嘿，愛看表面上啊，唔識到強強我唔記得，根本亦係來學客家拜呢。一兩日嘅快表啫，任務來了。調羹用嚟教睇，調羹用嚟教睇㗎，係。嚟，溫醬，偏心，半條，肉眼，番薯葉，快菜頭油，怪時，鳳蟲頭，有食就有聽哦，出產嘅時節總算到來哦。今年印象總共學到20句客家話，接下來我就愛嚟出口了哦。呢個冇過關，哈哈哈，同各位就數目嘅喲。第三跟第四，桃花開，愛愛你，愛歡你，愛黑你，跟愛黑就的黑是差不多的。第二關的我要考你，第8跟第9。8跟9，飯團，咖辣，好的，食叫，哎呦，糖水可能是番薯葉，怪奇，哎呦，有槍，徐老師俚語時間。答案澎湃同時，你呢？食到會情迷，意思就係意猶未盡。食到還會更香呢？食到會情迷，今日非常感謝印象來送我哋任務客哦，今邊嘅任務挑戰成功。不過唔單將手工做嘅手餅油條，還有用不退氣嘅人工操作，印象hand卡學位嘅立盤嘅哦。我睇一上啊，唔係講事業，做得靠厲害哦。喂，唔係啦，個卡創業位啊。喺第一條暗號教嘅過程當中啊，學會嘅成法合法，下意識又用馬殺來挑戰呢，我能等你嚟看啊！